嗱，如果大家記得上個禮拜咧，咁我同大家講過一個，即係我哋人類處理信息嘅時候，有兩個唔同嘅模式啦。第一個就係抽象嘅概念，另外一個咧就係具體嘅概念。係咁，今個禮拜咧就係上個禮拜嘅延續嚟嘅。OK， 係啦。咁啊，即係好多時即係我哋人際關係上邊，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關係啦。咁係咁啊，其中一個最複雜嘅，當然就係情侶之間個關係。有時可能你會聽到女仔投訴個男仔，點解你成日掛住打機啊？又或者點解你成日掛住出去打波啊？咁嗱，咁咧好多時咧會指責對方嘅，嚇咁啊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做法，因為將所有嘅責任推晒喺對方身上面啦，即係唔關我事啊嘛，係對方嘅問題，唔關我事啊嘛。我哋諗翻深一層，嗰個女仔投訴個男仔，點解你成日出去打波？背後嗰個嘅意思係乜嘢咧？咁佢真正嘅用意就係點解你唔陪我啊？可能嗰個女方未必會願意去講真實嘅感受俾對方聽，原因就係因為當講出自己真正感受嘅時候，會有機會令人覺得我係一個弱者，反而用咗指責對方，你點解去打波啊？點解你掛住玩手機啊？其實反而如果當你去講一個即係你自己真正感受嘅時候，對方其實係無可指責嘅。有一個簡單嘅例子，係如果即係對方用緊廁所嘅時候，用翻之前原本嘅例子就會話，點解你霸住個廁所啊？咁係咯，係咪？係咁，對方就會起晒槓噶，因為我要 defend 自己啊嘛，因為我要洗頭啊，我要用廁所啊咁樣。咁但係如果當你講真正自己需要嘅時候，係我尿急，我要去廁所，係佢冇得指責你噶，佢冇得指責你啊？點解你尿急啊？咁樣係咪？係咪？係當你真正需要嘅時候，佢就冇辦法能夠去指控你。係。你個需要啊嘛，所以你將你自己真正嘅需要話俾對方聽嘅時候，第一就係避免咗鬧交啦，第二就係避免咗即係對方可以有機會有一個空間去指控你，係啦。咁啊至於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對方更進一步嚟到去應承你，或者去 fulfill 到你想要嘅一啲嘅要求咧？咁呢個就下個禮拜又再講啦。